电商平台是非常的竞争，东森购物表示讲，因为营运的成本增加，业绩衰退未达成。昨集团声明证实讲，年底之前会裁掉大约200个人。东森买物件的官方网站已经开始宣传12月12优惠的活动，不过即马电商平台是愈来愈竞争。东森购物官方网站嘛讲，用电视来卖物件当面临生存的挑战。因伫初二证实，按算到年底会裁员差不多200个人，嘛显示电商经营面临的困境。很多平台呢会开始拉高他们的营运成本，或者是呢会提高抽成。那对于卖家来说，就会造成利润上的获利被压缩，那导致他们逐渐的退出这些电商平台。东森购物发声明，日历调整主要的原因是营运成本规年增加超过1亿3千万。东森网络卖物件，因为2021年营收106亿，到2024年衰退到45亿，衰退幅度有到58%。电视卖物件营收嘛，为2021年80亿，衰退到今年的65亿，减差不多20%。所以2300个员工，包括家己离职的人，按算年底人员会缩减到2100个人。新报劳动局指出，照公司总人数甲裁员的人数，东森无达到大量甲员工时投入应该通报的范围。目前的统计已经有通报资遣111个人。虽然没有达到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这个应通报的一个规定，不过他还是必须要依照就业服务法第33条的规定来做之前通报。113年1月到目前为止，大概通报了111人。面临营收大幅度衰退的情形，东森集团嘛对亏损的业务，亲像新妈妈、甲东森整合行销公司，大动作紧停损。新北劳动局强调讲，为着保障劳工的权益，会监督东森确保劳动契约相关的事项。对年底要裁员200个人，后续嘛会了解公司裁员的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